今儿何事？相公，有苏州这次三大爷来访。哦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左大爷。我已不请自来了。哎呀呀呀，文斌老弟。左大爷，我是晴儿啊。啊？朱三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文斌老弟，老左小子啊啊！请坐。我早已出家了。朱三兄，与你好久不见，思念日深，今日到此是小弟喜出望外。多人挂念，不知领当老夫人可好啊？家母十分讲解，不知这兄夫人可好啊？托不托不，今儿快与朱大爷备茶啊！慢，我下得着来，低三礼敬，必当口渴，万切这腹中饥饿啊！快与朱大爷备酒菜。好。这才尽了兵之之道。不过我来得匆忙，别人带来苏州土产，倒先讨了你这杭州酒菜了。不教就有，何必客套？哎呀呀，惭愧惭愧。相公，酒已备好。左兄，今宵与你来个不醉不休。好，来，对吃心头万寿事，有故不谢，再要自请。小周啊，进来做我小妾啊，此就是为呀。哦，那么你的婚事呢？史金刚等云哦，圆空八只脚，还没有出炉啊！一定是姚大爷因缘不上，把你的名字忘记了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到舞台上下发为生算了。休得取笑，左兄来，请。小周啊，这瓜酒无趣，我不但上一桌，一桌酒席。好，今儿去比吧来啊。不知左兄细听我劝。哎呀呀，我对此说不精通，细听真辩啊。这样说来，我是来对牛弹琴了。好了好了，就转便宜，快快拿来。左大爷，还是叫我家相公带一条周军出塞，可好？好，好。呀，好是玉盘君子，还是高山流水，弹得好，弹得妙，哎呦，弹得好极了，弹得妙极了。
怀抱琵琶滚着面，不想女儿是美人。周大爷，我家相公本来就称周美人，哦，周美人的呀好，你做红我儿嘞。小水啊，你倒是说与我听听啊。的确这要嘛，本定一见面恩义，相貌与我一般应，家母还是张张正，时常陪伴玻璃粉。这一水上在中病，也饶不要命归阴。只因家母思念深，终日关怀理不定。嫂嫂她见我这的是貌相似，就将我来拜女长来骗娘亲，从此以后出了名，这美人三是传边行，周成乱扮女装看不清，此事定罪不可惜。我是文兵夸大口，你妹身长也难分。眼前是人耳闻讯，你可滚当上把美人，令我老做这双眼，管教你烈士3刻，先愿意并你这上情是爱，我来在你面前也快不停。不要说列在面前看得清，哪怕在人群之中，也能将你分恩。好，今夜真龙元宵，假是灯火辉煌，有人之责，你可怪在人群之中也是。这有何难？哪个地方？哦，3月嘿，好，3月的就3月的。老左学这一步，小弟给把后进来。好。慢来，小嘴啊，我啥认出你变怎样啊？莫非老左有意当督？都小小的动刀入心。你要赌什么？问你100两，死了可不能拿啊！情愿结账。好，老左今夜3月台上见，小嘴趁早备好，走大姐。
朱大爷。朱大爷你好，迎那开路是黄龙灯。什么地方啊？楚大爷，这里就是三月台啊。这里就是三月台啊。那我们就等在这里啊。静儿啊，你说你家相公男扮女装，周大爷我认得出，我还是认不出啊。依我看啊，就认神。哎呦，你好眼力，好眼力呀！就认得出。周大爷，我的娃娃没有讲我呢。那你讲呀？我看啊，就认神不出。我已见得。周大爷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不要是你周大爷，虽然我家老夫人也认不出来。何况啊，周大爷，你的眼睛又不大方便。静儿啊，你与我下得快，见你家相公一到，就来告诉我。周大爷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我也认不出来。哎呀，你在他多年总比我好些吧？哎呀，快去！你帮我认出来呀，重重有伤。谁要什么伤？我还是江西人不爱吃过时，得下困灯去。静儿一言来的心，半道害我定不定，三月台在城知道前期后用真困得我天生的丧尽事业，怎能胜出这文兵？幸亏节早赢了计，叫静儿得下前去等。建议我东张西望，故意对，定是小嘴办的。静儿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这位大嫂，请了。哎呦，毕竟二龙长女生，倒也晓得想三分。对我开开他的玩笑。这位大嫂，你不是找人啊？哎，找谁呀？哎，关你什么事呢？关不是来找我的吧？找你？哎呦呦呦！我在这3月台上已经等你多时了呀！你在这些什么呀？哎呀呀呀呀！心照不宣，个人独立，明白？主生，一贯粗粗草礼貌，58度花叮当，3不你年纪老，送官就办定不少。官不来想我，送官举办我不怕，报纸里暖扮女装，最不孝。谁乱个女装哦？扮来到你3分讲这是年纪太也老，这样哪像对美人，看来倒像最老女老老的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呀。好了好了，我这里先写过了。写什么？100两银子啊！100两银子。我看你大丈夫数便数，赢就赢。不要装糊涂了。100两银子。你是疯了！我疯了也不放过你。你就这样，我可要叫了。你叫我还是要这100两银子？100两银子来，拿来，娘子，他都用把你往之下，尽管表现哦。是误会了，娘子，定是不误会了。什么误会了？放着他明明。娘子，我们晚子快登去吧。真的不是小嘴啊！难怪今儿不来告诉我，信息闹出事来哟！一定是昨日心虚，定是小嘴，这次不会错了。小嘴，要不是我老祖啊，再认出你就是男人哦。谁是男人？你是男人啊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连男人都看不清楚。哎呀呀呀，他自欺混沌，自己心里有数啊。好了好了，100两银子拿来。啊，100两银子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我与你从不相识，这什么银子不银子？快快让我走！100两银子，100两银子不要拿来，100两银子，你拿来。娘子，什么事？你
怎么来的这么晚呀？他是我暖伴女长，晚些我要100两银子，难死我不放啊！简直人多多少少，绝不是好人。哼！你刚才干的好事！哎呦，这位师兄啊，刚才是我不对，这是认错人了。你不是瞎子，分明有要笑。对，这里灯火辉煌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有也要笑。待我见你点恋爱宽宽。这位师兄啊，你看，我眼睛不明，君子同口不同声，万请原谅。哪有像你这样的君子？走，我与你见官去。这位师兄，哎呦，这位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对，还是这位大姐说的对，大姐说的对。我们宽灯去。好，下次再玩，绝不轻饶。好，绝不轻饶，绝不轻饶。多谢这位大姐为我解围呀！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不可如此鲁莽。是。这个小子，怎么玩不来呀？这小子，我早就来了，只怪你认不出来。莫非他就是？见初之间引以为训，不可鲁莽，不可冒失。哎呀，他没有认出来，待我再接上去。向暖，一定是小嘴犯的。啥是小嘴？他定会躲避于我，怎么晚回进来劝架呢？不对，他话没有认出，老周这动到你死定了，待我再接上去。你这位大姐，你到底是怎么了呢？我娘到哪里，你到哪里？你究竟是我道理哦你？三月的那是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我怎么看不得？好，你看，对我做自杀大美，做自杀，莫非你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做自杀做他呀？是。哎呀，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杀精啊是杀精。奇观，请问姑娘是？左大爷。
家一上梁，弟弟开石头屋的妇女相依都是光，只因我容貌像周相公，走家门中。你是头屋爹爹许大爷呀！难怪是吃面说了。放在男女当头，来请原谅，小女子只想赔礼了。奇怪，不知是无罪，无罪。但是我的眼睛不变，这一次我就没有认错人。哎呀，周大爷，我又不去走相公公嘞。他这可就来，曲大弟呀，你是让警察他家，可看见周相公我大女人。你是说周相公来拜女长啊？对。哎呀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3明4白啊！周相公当年拜女长，是我亲手敲树长，他头上发髻与我怀，上梦之花是我插上，一列之分与我们，两条柳眉是我画上，上下一句与我穿，左右抬拐是我带上，我手相邻人不出，就是那亲生娘，你乃分别风雨光立即亲手来看待，定能认出真模样。我是许他夸大口，我要认他一是犯上，真的谁来骗你呀？许大弟呀，我与你实施了周相公今夜扮女装，要我当面认清伤，只因我眼睛不便当，恳求大姐来帮忙，少得他到此来，请你对我言讲。这种事情我不管。许大弟呀，死人之后我重重有伤啊！骗我什么？我写你名字不实了。一言为定，绝不食言。许大，许大姐，你既答应了，你就给私自上忙了。
了呀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只要我坐在这里量你一笔，就知道他来与不来。哎呦，他还有这套本领啊！哎呀，周相公来了！周相公来了啊！在对的。你看，我怎么没有看见啊？已经上了台阶，上了台阶。哎呀，我怎么还是没有看见呀？他已经靠近你的身边，他靠近我的身。哦哟，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呀！老总小的就在这里呀！小嘴啊，小嘴啊！你这个周美人的样啊，当之无愧，当之无愧！老周我滚背下风，滚背下风！老周，这动刀你死了！我完了，没事啊！完了，不来了！完了！这个漂亮的姑娘，借大爷代为夫。来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经过强抢民女，还不与我自首？大爷问你姓什么？我姓许，许什么？我叫许大，许大。这声音好是流浪的你啊，姑娘，家是什么地方？清河坊。清河坊，哎，为我一人出来看灯啊！我愿与表兄同来。那你表兄呢？看灯最散了，看灯最散了。哎，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乃是兵部尚书之子王天霸。杭州城里哪个不知？哎，哪个不晓？姑娘不必害怕，明日我派人送你回去。我家不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王彪在带姑娘为夫。是。你家相公啊，被王老夫抢走了啊！
总要谁绿的呀？一声一笑13问，为首一宽，若怕笑，你咋走进那湖上了？四大金刚也说道哎呀，美人儿啊！王老夫他色心高高，理性强，最闻病有意与他去陪我想。阿姨，年轻女子貌才来，那也不必太夸扬。正所谓千里姻缘一心啊亲，亲自两记他凑巧，谁有得想家教，愿晓得哎呀，陆逍遥，这什么从此配人鸳鸯了？我看你呀，老夫要必为着忙。阿姨家父全是高位，弟弟为官才当朝，我母亲身受万岁来高峰，我肩膀谁有孤身老风标骑的是龙冠，穿的是红毛，是的是高垒，换的是王标，也是你靠春梅心思心，今生交上了好运好。阿姨呀，我家的来你家高，凤凰早起是配不了啊。我做姊妹大爷，将我的终身早配了。早就配了。是啊，我丈夫若张里面做同啊夫，啥子这样这段娘，小小动夫胡做到，我送信就把婚事了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！找得到他里乞讨，你呀乞讨，怒火上身为同胞，一早被他把婚退，对着你喉咙就一拉走啊！把我当智者啊！哼！我
王家四大门第高，我怕区区高德报。他关心是找上门，送他进关去坐牢。嘎滚嘎，白子口，擦啷啷一根一条对上跑。晚上3年再重聚，叫他一命入阴牢。王彪吩咐下去，瓜灯鸡菜，摆酒设宴。哎呀，你怎么有这么多还要讲呢？我在湖里，你还在水里呢。夸奖夸奖，杭州城里在不下，大爷的名声不太好。人人称你是黄老夫，一见女子心脱了袍。口是面上心是皮，我许他嫁了你就要少一趟。许大姑娘不信公子往天报哎，天上菩萨也知道哎，君子是文人老人。送不上花哎呀草哎，身心体体都人不把夫来不啊气呀闹哎，你咋当我不万岁，你咋骂我微笑。哦嘿哈哈！你真有这么好啊？你要是不行，来，我王彪，来，大爷子，问他，上女道业绩之人，何妨自许？你要是不行，我当机立宽。哎，大爷。你当得不像，怎么送来过？哎，大爷，你王氏的抚慰都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女人就喜欢这一套，等我弄到手再做道理。哎，慢了，我还有我。哎，先拜堂后讲话，先讲话后拜堂，先拜堂后讲话，先讲话，先拜堂先讲话，先拜堂，先讲话。站喽！暂时，你许他家境才不好，刚刚里你长子小。
为今什么他生他，再开玩笑要是糟糕。兄弟他都知道，正月十五出远门，半路一定为女强盗。正月十五手来人，台上一定会起风暴。长沙一路我家人，不要带多么叫，马蹄中你真怕草，少我要被天火烧。生女长大要来当，若来到头要进苦苗，生去更是不得了，新郎子对婚野花，手脚抽筋不到三方。哎呀，命中掉啊！王彪，这有这么厉害吗？哎呀，是有些怕人。那你自己呢？凭我自己等明朝。那么今晚呢？今夜先让我为妻。明朝呢？明朝再唱花轿来迎娶我。这，哎，今晚俺就在东蜀王留守一下。我一个人害怕。哎，我们丫鬟陪你吧。明天我是你的夫人了，谁要他们们还是让我回去。哎，有了，今晚啊就在妹妹的房间里留守一下。妹妹，上妹妹的房间里。他妹妹就因生得巧，杭州才女人不小。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姑妹，那王老夫他从中将婚事来做鸟，想不到天下是金女这外巧，今为相逢才今宵。姑娘，可好？还有些不便。哎，明天你们就过上了，有什么不便？王彪，上灯。是送徐大姑娘进入小姐的闺房。送徐大姑娘进小姐的闺房。
终身事，便算苦了又心疼，光阴似箭催人老，青春已逝去哪里？高不山低不水，而今生死空归手。抬头亲吻多远远，几人欢喜几人愁。兰香，大爷上来了。这般时候了，他来做什么？妹妹呀，妹妹呀，姑姑，深更半夜来此作甚？妹妹呀，有一个姑娘要向妹妹介绍一下。定是他有家两家女子前来，鸟有哭，神有家，为什么要向我介绍？妹妹啥子的心定软不移，得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呀，姑姑放再去开花灯，几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心，姑姑心中哭不成，我走上前去问原因，说是表兄妹宽灯走十三，回家之路生不起，我欲怕人送他去，无奈一生路难免，因此我令他思一想，张妹妹啊，你不方便夸大我看你呀，是木背上担心，有点靠不住。妹妹啊，我啥是把她抢来吗？为啥要送她到妹妹的房间里来呢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，对了对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妹妹啊，来，快来接个小姐，接个小姐。既是此，就让他留宿在此。哦，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，来，走。姑姑，睡不着，你可以下楼去了。妹妹啊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
快请妹妹多照顾啊！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妹妹啊，你不要让他一个人走，明天一早，我派人送他回去，兰香，宋大爷下来。是。去。兰香，是这位姑娘各望安心。是。姑娘谁我来？姑娘谁我来？上街算来路过山，元宵灯火有一餐，年月似水去不还，空悲明月叹众生。见小姐往来，灯火微星，莫非他话没有安排？唉，听他谈些什么？是那姑娘好不凡，表兄与表妹同宽等，我修营生长在四万家，同被人要破爱孤灯，老子可怜。谁是心有意中人？是谁呀？女儿家修人大安其人，原来是此。这问题是我，你曾经完美来杀亲啊，只怪我孤孤从中来遭根，知道了去啊！你啥真心来相爱？那我唯有讲那你是托生上去诉衷心。呀！看来小姐有意于我，可有妙啊！我空得是
生老指望去家和山。我以为王夫门中一条心，有谁知沙土里面有黄金。小英一片真情爱，我走上前去说分明。去嘛！此事不可太冒失，还须当面是真情。那生地方睡不着，还是让我回去。哎，是一夜上怎能去的？反正我心绪不宁，也不想安在。姑娘，我们反是来谈谈吧。这岂不要打扰了小姐？不妨事，请坐。是。哎，姑娘，你家是哪里？小姐呀，是缘不缘情不情，离子也有三里岭。请我放开头部的早把叫做虚荣心，我叫许大年18，紫金堂里配婚姻。小武上家少里你实话不怕难为情。哎，一层光阴一层金，曾经乃马曾光阴，瓜子瓜姑姑不为我妹呀妹香，等到那人老子我去嫁何人啊？他想必与我一模样，可记得年轻人谁不喜情长？他说实在请我方，让我来当听州防兵。姑娘，来。
姓周的。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为我不讲周府的，我实已相反啊，那位亲。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路人家？姑娘，那少先生里的后面呢？后面是个富娃道士，前面是个陈帅明，左边是个黄皮箱，右边是个冯医生，隔壁是个陈虎郎，这个是个。哎，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哎呀，这有名人家，哦，倒是还有一家。还有一家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快说呀，这个有好人家，江南才子周文斌。才子周文斌，他的为人你可知情？小弟是这开心门，向来飞过就是听，一飞过二飞亲，那为何左当听来右当听？他师傅文章称贼人，爱在孤儿来同分。原来如此，姑娘，你可知道他家的情形啊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一不知。那么周文斌他怎么样？像我周文斌啊，像你周文斌啊，我说错了，我想周文斌啊，你他虽是满腹文章在如今，光阴大事却不成心。开中常侍且今日，听说名叫王秀英。才知小姐太虚荣，以她家境太清的。哎呀呀，冤枉了！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他婚姻不成结有恨，一场大病去伤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手的香菇可是根，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得在死啊不得在死里有往生。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哎呀呀呀，是吧？好好。姑娘，那后来怎么样？俺为情我不杀。姑娘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你快说呀！
追问兵可上看中我，看中你。几次同妹来求亲，他几次同妹来求亲，你的爹娘可答应？我弟弟一听啊，心欢喜，马上我头就答那应。那你是几年？我啊，咋能嫁得这公子？好比是看蜜桃的在心，定下今年啥要啥，吹吹打打，陪过门。啊，哭啊！啊！啊啊啊啊啊！深深都是往里哭，我比往里哭三分啊！空有生于老爷手花帽，空有万卷诗书才女名，会不会生于富贵家？官小姐不是不衣裳，从今儿不穿着金绶衣，不穿着大扎裙，不插花，不戴冠，不读经书，不作文，等到今日老呀老，我哭哭啼啼，去啥空门？小姐，你为何听了我的婚事，怎么流起泪来了？我是为你高兴的落泪。小姐，却莫为我高兴，这婚事有变了。婚事一变，我左一想，右一层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你说什么？我左一想，右一层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他家母，这两一层我三层，将来夫妻难到的，凡事称高莫人情。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小弟，你为何听了我的婚事不成，反嫌弃天的来了？这，莫非小弟也爱走相公之意？小弟既然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他人在结束忠心。可是夫人双亲
儿一代为要了，真的？总不是假话。姑娘，此事你可千万不能与旁人说起啊！谁看视频就不话中。好。姑娘，你可要亲手交接走相公，一定送到。听笑声慢慢地讲来，你讲，正有着母子女笑，人山人海闹盈盈。我有好友来当督，男扮女装去看花灯。这位你哥哥王老夫把我当作媒家人，抢着夫要成亲，我千言万语难脱身。他把我将了小姐的闺房来，这真是美梦姻缘天造成。马生哥哥望天报，真替不出好事情，昨日外面抢民女，抢故事进了门，此事倘若传出去，将我今儿张主人，我撩起陆军插上去，要与姑姑把一拼。小姐，慢来，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去了反而我事情。小姐既在问兵王秀英，今日归来悄相为
哪里去了？反而话事情，王秀因为这份病，非亲忙着4年生。今日巧为在楼台，我何不相对明月许终身。你果真是追文兵吗？且正外求，真是小生。即是此，我这里有追文兵诗稿一本，你何不当场写诗一首？好。呀，果真是最相公。小姐，你我既然真心相爱，今夜明月当空，你我何不对药门事，以表忠心？王彪，王彪！大爷，天都亮了，怎么彩灯我还没有挂起来？大爷，这是没有禀告老夫人，怕什么啦？我都不担心，你怕什么？去哦，那我去发请帖，给我花掉。哎，回来，给什么花轿，发什么帖子啊？那昨夜大爷不是已经答应了那姑娘打我花轿结不一张？李纨不知道我这花言巧语骗他上钩的道理。哎，大爷最多是谁高？去！大爷！哦哟，大爷，外面有人求见。今日司马也该不见。可他是苏州才子左子山，此人刁钻剑客，甚是难容。登门而来，一定有事求我。不见。哎，冤枉来访，岂可不见？先谢闭门羹，再迎相见礼。原来是苏州左子山是也。请问阁下是？杭州王千宝。九娘，周兄大人，久已莫名，今日嘉陵万岁，是欢迎。哎呀，王兄真乃好客之人哦！哎呀，王兄啊，
今日府上挂灯结彩，为了何？今日是小弟的大喜呀！哦，王兄接机呀！哎呦，不知王兄娶的是哪家的千金啊？哦，周兄问的是哪家千金啊？昨日元宵看花灯，如今已为美家人。我与他一见就中意，我马上将他将他请进门啊！抢进门去，抢！各位家人可答应，举止不得怎会不答应？啥不是他跪在我面前哭一句，我还要考虑3天再成亲啊！王兄困等逢喜事，我昨夜困等找不赢。我与炎帝这份兵啊，夜宿洞营看花灯，灯在看到高兴此一只老虎闯京城，今有老虎闯京城，小弟为何不知情啊？这畜生！张牙舞爪，扑向一书生，抢了囚罪忙逃奔。有人看见这畜生，匆忙到京王府门。到进我府，是啊，女儿，有人亲眼看见的哦。不对呀，他话中带刺，明明是在生我。想我抢过多少女人，从未弄错。待我问过明白。周兄啊，那老夫抢定什么那人？是我眼的周文啊兵，周文兵是颗男子汉，老虎男女分不清。听他话中只有一，莫非我昨夜抢定周文啊兵？王兄。既然王兄未将周文斌抢进之内，好，那小弟我先告周兄，且慢，周兄，来，周兄，抢是为何？周兄啊，昨夜周文斌真是乔装美女前往宽灯。对呀。哎呀，我的妹妹，文斌的妹妹，你妹妹怎么了啊？哦，一定是你将周文斌抢进你妹妹的闺房去了。小周啊，你赢我得不了啊！往天报。你好。周文斌年纪轻，老实从
去。究竟成了什么事？我要把顺当那边杭州人，就是这眼老虎乱枪声，错枪才是最本兵。风雨妹妹多情深，你不是？哈哈，我不是。哈哈，你说我不是吧？那我就到外面去舞杀去。告诉，主席，你郭大爷，我大爷，我心死啊！我要死啊！我该死啊！王彪，王彪！大爷，王子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天啊！哦，大爷，我要给一张。哈，陈谁呀你？有一计在此啊！哎呀，当地体里身体将星光一元看回望。妹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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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啊！哎呀，不！姑姑，你早。走。大爷，你好早啊！像她这样漂亮的身材，明明是个女子。晚上周文的假扮，险些上了竹子山的。姑姑，请坐。妹妹，大爷，请坐。看他家大之孙，分明是个男子。哎呀，妹妹啊！姑姑，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妹妹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呀？对府店的许大姑娘呀。对，对府店里的许大姑娘。咦，不是你自己带她上楼来的吗？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？哎，因为妹妹还没有知道，等我带她下楼。来，跟我下楼，来。慢。姑姑，
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有她多试几天。妹妹啊，想了就不得了了。来，既至此，小生告辞了啊！你是何人？将来在此知问的，所以好到政府，还请王兄原谅。我真是知问的呀，请我走。且慢，姑姑，你好。那声姑姑她不认，未必做对还秀英，秀女本是王金的，归是王家聚龙的，目色是三尺东南人的，就是那不动声息不用声。你不在家中进宫东，辅助非为强女人，男扮女装为看不成，反要送她到归来门。我自从出得娘胎来，为人出过一步门，不拿人说句话，把不知把光是赢，亲妈邻里都称赞啊，什么事真是的，是得山真的不为千金，亲手名声被你忘，总算是挑着媳妇，也洗不清。兰香，请老夫人。妹妹呀，来，妹妹呀，我早知他是乱扮女装嘛，上头也不会对他上女的呀，妹妹。你可知女儿家名声最要紧，这件事我岂肯不算把人头上清楚老娘亲，分清是非把利弊，我还要细心到尽告母亲，30年在家不肯守本分，王英霸道欺良民，愿我装上坏名声，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将你东家不用他赢，赶出门去东施母师夫人恨。请报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你这位姑娘，你是何人？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母亲，哎呀，哎呦，究竟为了何事啊？母亲，她是男扮女装，所以姑姑将她寄在女儿房中。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。
望过怒气生。为什么原班女长进我门啊？他不问情由将我抢，岂能私藏贵妇们啊？明小生总有千张嘴，一时哪里舍得听？姑姑是我父婆养红了衣，妻一发女她不听，千错万错是姑姑错，此事不必挂别人。到了小弟闺房内，你不识真情，又为何因？到了妹妹的闺房内，不识真情，又为何因？小生啥是真情深，岂不是坏了小姐好命？把内人藏在闺房内，万事姑姑抢进门啊！此事啥事传扬开，王府一面要对关心。是啊，此事啥事传扬说比杭州山啊，为了顾及黄秀英，可怜苦了我周文平，昨夜一笑不认罪，今日还将口公文。你是周文平？正是。想不到他是周文平，当年曾来受过情，真是冤家呀落风，倒不是立刻请他去重生。周公子，请出谢八母。周公子，你本将我一才子，讨得文章成结晶。几位小儿来无强，此事我也不再跟人。且马送他哦，且马自从昨夜被抢进门，家中定在江定，今日起在回家去，家母定在门外迎，菩萨将真情说出来，家母今
请老夫人来指引。他话中有话藏深意，莫非是今次要去修营？我王家高来周家弟，这门婚姻不相称。周公子，想你男扮女装，未免有所斯文，传扬出去要断送你的前程，我看不是也罢。送客，且慢。此事我可不识穿，只可惜昨夜有人同开灯。是谁？所在家园桌子上，强亲之事他都知情。哎呀！比起那个桌子上要钻剑客苏玉林，方才已经上门来，为是他一路真心，他定要他家乡开算单，将丑事算灭了杭州人。也不费病，也不轻，半路上杀出程咬金。哎呀，母亲，这桩事已闹翻天，要想收拾万不难。女儿不理我世上，推上西到了山上。哎呀，出手！我赶快去把桌子上请来。要是他不肯来呢？就是用八抬大轿，也要把他抬来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大喊大叫的为了何事？禀老夫人，桃花轿到。桃花轿，禀老夫人，袁夫人上到。玄夫女上是谁叫你们叫的？不知道。唉，这西堂又是谁叫你们设置的？大爷要许大姑娘背到，所以我们就……哎呀，真是荒唐之极！你叫大爷呢？到此不见。快去醒来！唉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！公子做事上来了，禀老夫人，张天国女花领到，他能来做什么？因大爷大喜，他来背我啊！这是谁发的帖子？我不知道。叫他们到客厅奉茶。客厅奉茶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桌子上来了。有请。是有请左大爷。左大爷，左大爷，审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左大爷是不开正门，他不进来。好，开正门。是，打开正门。左大爷，开了正门，怎么
万不见人？老夫人，哎呦，老夫人，左大爷是走出人家了。真是走出人家？他是王家知书达理，他非走出人家，我要不见老夫人亲自相迎。好厉害的一股做智商！好，就是老身亲自相迎。是老夫人亲自相迎。在上，请神小人一礼。哎呀，伯公，伯公！哎呀呀呀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，真乃好道出好名，好母生好子，怎能不配呀？他说的话比母姑的刀子还厉害呀！做人请坐，谢坐。就闻言日大名，今日大惊，故不虚岁啊！伯母，今日府上瓜灯决彩，想是伯母受担之情。他是明知故问。哎呀，昨夜日你真是读书读得多，料是三人苦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哦，哈哈哈哈！原来还是个大大的喜事啊！哎呀呀呀，那不是琳琅娶亲，便是临安遇归了。这都是弄出来的笑话。哎，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故儿请爷日前来，万位大师弥补故处呀！不，弥补则弥而不之。要是自己不为补，叫一个裁缝来补一补，不就完了吗？务必用八对大轿把小车带来。哎呀，这真是老鹰捉小鸡，一股也愁，一股喜呀！做颜色，伯母，这闻冰窖当坤花灯，故儿带他入门，阴差阳错闹笑话，传出去听闻我家好名声啊！当兵部尚书大公子，今在为乱人女人分不清，望老夫强亲人人责领了不少女儿身，可杀了多少老夫妻，空杀了多少父母亲，我已经想转当一本账，要做做姐妹行真分行真。昨夜子，你可千万不能贴，千万不能贴呀！昨夜子，看在老身份上，就将你好友周文斌带回家中。你不言，我不语，此事也不会传扬出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哦，你要我做智商，必看不言。对，哎，这桩差事呢，就这样做改过去了。哎呀呀呀，可惜呀，这事已算半，当不成喽。确实为何啊？哎，你想啊，你儿昨夜将人强进府来，今日府上瓜灯结彩，简不衣裳摆放在门口，那些拍马屁的官员纷纷都来贺喜喽。
老夫人，李将军求见。他们来做什么？因大义大喜得来拜贺，叫他们到客厅问茶。是。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沈大人张御史前来贺喜，都叫他们到客厅问茶。是。伯母，你不宾客迎门，那小人我先搞死了。苏嫣然慢走，苏嫣然慢走。苏嫣然，都怪我做事荒唐，还请嫣然想一良策，应得这事啊。既然伯母如此看得起我老总，那好，我就替你出个主意吧。请讲。你想，你不仅是宾客迎门，那当然要办喜事喽。办喜事？这办喜事嘛，不是儿子成婚，便是女儿出嫁。我女儿嫁给何人？当然是江南才子周文斌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有此事了。来香，快请小姐与周公子来见。是。欲请小姐与周公子。老兄，你又在此了？小周啊，我是托你的福呀，是属着八代大轿来的。母亲，我女儿出来有何吩咐？哎呀，孩儿，为娘做主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给周公子，你看意下是何啊？母亲，杜寡姑姑太荒唐，将公子寄宿在儿媳房。公子他从小端坐在归楼上，知识大礼神敬娘。真乃是婚姻大事，非儿媳还须每朝子一方土大。为什么有理？你暂且退下。是，做言策，伯母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感情沿着做媒人，做子三子是与王，同比呀姑做媒人，感情沿着来成亲。好吧，那我就来做一次媒人，哈哈哈哈哈！看起来哟，这姻缘还需我老总没有成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子呀！伯母有意将他
他的千金小姐许配于你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文斌实在高攀不上哦，小弟他有在有野马，杭州城里再不下，文斌我爱他在马，我一人出门就请走哟皇天保重中来做根，说什么专家的来王家帮，说什么文斌是个穷酸人，说什么金枝妙叶正派路边唱，今日里要向文斌云婚皇天保必须当面来讨面，对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接令万岁，喜临人，我快啊，还是要往天保出来赔礼道歉。叫天宝来办事，岂不令他难堪？哎呦，这事到事情，你还要包庇你的宝贝儿子啊！哼，那不是你当初顾问宠爱于他，他也不会做这种丑事，败坏你王家的名声。唉，生出这个孽子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来人，老夫人，快去把大爷请来。快去把大爷找来。大爷，老夫人，大爷来了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尽都是荒唐之事，叫为娘都难以做人。如今赵大爷帮忙做车，还不快去谢过？经过做兄。这位仁兄，你是谁呀？小弟王天宝啊，王天宝。哎呦，王兄啊！哎呀，你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呀？我们大爷不在躲在寺庙里面的大草地里。大爷，去！哎呀，难怪这头上都是稻草啊！哎呀，天宝兄啊，这一天不见，你怎么阿了一截了啊？你这个老夫怎么变成伪造猫了啊？三贵啊，三贵。哎呀，天宝兄啊，你明知道抢进来的是个男人，为什么还要过花轿发帖子，闹得不可收场哦？我有过花轿发帖子啊！哎呀，如今啊，你母亲为了这王家的颜面，你妹妹的名声，要我做媒，将你妹妹啊去周文斌，可是他不答应啊！他一定要你，要我做什么啊？要你赔礼道歉。我不愿意。哎呦，那他就不肯认婚。你想啊，你不仅是宾客盈门，你抢错人的丑事啊，因为顺便行对人，我看你呀，今后怎么做人哦？这
这怪我想了也，出墙一个文人回来，我还要当面君啊！哎呀，徐大姑娘啊！哦，不对，是文斌老的呀！这怪我出墙的姐夫，司机呀，你娶了我的妹妹呢？你也不吃亏的了哦。想当初我出人杀妹，你从中作梗。当初是当初嘛，那今日呢？今日嘛是今日你娶了我的妹妹嘛，哎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嘛，哎，就混过去了。你不要不公也问，玉髓好些过光阴，且要度无虚实，无穷敢当几代赢啊！不是你做的，却了得，就是你父母凭着早教训。我劝你，郎子回头快归正，快归正。啥子？强出人啊！这我妹妹来家人啊，来家人。小子呀，你说一声了，我们骂也骂了，这场亲事嘛，你就勉为其难吧。此次恭敬不是聪明，快拜过岳母。好，岳母他人在上，是小婿一辈，还给谢姑做颜着他们。不然做兄。哎呀，奇怪，既然真正的美人啊，乃是你的举兄王天宝。启禀老夫人，少长院点将军和礼部长司张大人点来和西呀。朱先生，宾客人们，你看是何是好啊？那就让新生来去拜堂人去呀。做兄小弟无语绝无啊！这有何难啊？王兄啊，你不是早就为他准备好了吗？此次也许快去更换结果。来人，告知列位宾客，今日我女出阁乃是大喜事，叫他们到厅堂饮酒。厅堂饮酒。哎呀，朱先生，这真理请谁来当理？好，今天我好事做到的，这单理嘛，还是由我来当。好，烦老爷子了。朱兄，朱兄，那些传单贴出去了没有呀？怎么传单啊？今日我出墙，这问弟弟那些传单呀？那些传单嘛，贴上去了。马玉，王马玉，没呀，没有贴上去就好。不知谁过的花轿发的帖子啊？是我啊！就是死人一刀，新生拜当人亲。
有这些乱刀。哦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王老夫强亲，错抢周文斌，无奈白妹妹，臭名